事發喺韓國濟州天成賭場9月24號下晝5點幾，超過50名中國籍賭客懷疑賭場喺派牌過程中存在作弊行為，當場抗議，場面一度混亂。警方出動逾百警力到場維持秩序。濟州當局就事件向媒體表示，事件起因單純係一名可觀嘅失誤，有遊客情緒激動，引發群體抗議，過程持續大概20分鐘。據報道指，有一名中國籍賭客發現賭台上出現唔同顏色嘅啤牌，因而懷疑賭場出千，有人更加喺賭場大聲叫囂。據指期間有3名中國男子掌摑保安，場面一度緊張。最終濟州警方以暴力行為為由向法院申請逮捕令，但濟州法院喺9月26號駁回，理由係考慮到事件嘅特殊性，但該3名涉案者仍然被禁止出境1個月，並需接受警方調查。而中國駐韓大使館亦都於同日透過微信公眾號發布提醒，針對國慶中秋假期赴韓嘅中國遊客指，即便境外賭場合法，跨境賭博仍然可能觸犯中國法律，並可能面臨法律責任。